那真正去战争，咱是要安怎？相关台湾会变安怎啊？我会当逐工甲你做伙就好啊。一生一世，海水打石头烂，刘星啊！你真是叫是咱是会去？娶某前生囝哦，你要旺啊啦！我搁拽。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。吴凯瑞，你一定是好爸爸，我相信你。你拖个歹去哦！你详细看卖，看迄个查甫的啦，佚佗款，无代志。嘿，恁查某囝呢？你会当接受哦？你毋是讲我一定是一个好爸爸？真实嘞，是我讲唔对。我查某囝要互你害死的，不正经，不孝人啊！袂允含囡仔吼，甲你无啥小关系啦。你敢来找伊啊？我甲你对死！林培文，我真是嘞！谁叫伊家之主，你知无？做查甫要担偌济责任，你知无？你要像恁老爸规世人做废人是无？谁是歹势？谁是你做？我敢毋是逐项拢做啊？抑阁无共是无？新陈代谢的意思就是把老的坏事吧杀掉，换我们年轻人上，用你们的愤怒把台湾砍掉重练，好不好？好，换掉政府，好不好？